人各有命，上天注定。有人天生为王，有人落草为寇。咱们就来看看，这究竟是谁的天下？敌众我寡，又有何惧？即使身躯化为尘土，可灵魂的火焰不会燃尽。你知道芦花鼓楼的传说吗？风花雪月，他们是芦花鼓楼里的4个守护神。我们本是上古神明，力量本就凌驾于人类，弱肉强食，天经地义。天意，这就是你心中的恐惧。别以为你的对手只有一个，曹彦斌的字典里就没有后退2字。